做咩，美麗花？無奈。發生咩事啊？社長，你冇事嘛？喂，美麗花咧？啊！佢唔見咗啊！喺呢個地球上，其實有好多外星人存在，但係呢件事唔係有好多人知。有幾位年輕人終會喺呢度相遇，創造出一段傳奇。もう勉強情けない自分はもう結構始めよう一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行き先直感で決めて進化の道が見えたら踏み出すだけさ Here we go 大だあの彗星みたいな光放って Go Goバディ Go 走り続けようウルトラマンタイガーその胸に宿したやる気本気全開ダイナマイト弾き飛ばすんだ不安なんて勇気があれば誰もがファーストさウルトラマンタイガーきらめく未来へダッシュするのだ Here we go 大だあの彗星みたいな光放って Go Go バディ Go 走り走り出せ New Generation 無限に続く Bright Way 果てしない夢を描こう光あふれる色で Be free Be strong Come together 灣岸地區嘅海面上，疑似有不明隕石墜落。喺墜落點嘅上空，仲出現咗奇怪嘅極光。有部分知情人士認為事件可能同外星人有關，各地陸續發起遊行示威。走啊！離開地球啊！離開！外星人走啊！走啊！發生咩事啊？美麗花唔見咗。吓？有件事我要話你哋知㗎，已經係7年前嘅事啦。當時我仲喺外事 X 課度做緊，有次搜查，我發現咗個暈咗喺垃圾站嘅女仔。你點啊？冇事啊嘛？冇脈搏嘅，弊啦！吓？我係美麗花03，係咁，你冇咩事啊嘛？所有功能一切正常。所以美麗花係冇錯，佢係機械人。佢曾經同我講，話唔定喺未來嘅某一日，佢會繼續履行自己嘅使命。自己嘅使命。嗰塊墜落嘅隕石應該同美麗花有關㗎，你哋快啲去揾佢啦！我就調查下佢部電腦。係。收到。
美麗花03執行使命。美麗花03執行使命。我係邱幸，仲未揾到美麗花。你嗰邊點啊？揾唔到，完全冇佢行蹤。我知道啦，我再周圍揾下啦。邱幸，你睇下嗰道光，好可能係烏拉。烏拉，宇宙中嘅傳說怪獸，佢可以依附喺行星，將成個行星吞噬㗎。你話吞噬成個行星？我都有聽講過。發達文明不斷向宇宙抌垃圾，喺大量垃圾之中，偶然誕生咗疑似生命嘅嘢，佢就係烏拉。原來係垃圾生成嘅怪獸啊！烏拉唔理係有機物定係無機物，只要係能量佢都會食。佢用高壓壓縮食物喺體內形成一個黑洞。由於黑洞可以吞噬一切，佢永遠都唔會覺得飽，咁所以佢會不斷係咁食嘢。係黑洞。烏拉一旦依附喺行星，就會開始吞噬地殼，最後將成個行星完全吞噬。聽講佢最初嘅食物就係佢誕生嘅星球。真係諷刺，竟然要俾自己抌嘅垃圾吞噬。烏拉一直喺宇宙漂流，不斷吞噬行星。而家佢要嚟吞噬地球啦！咁點算啊？唔可以俾佢咁樣做㗎！有傳言話，艾歐馬普星嘅科學家將好多植入咗某種裝置嘅智能機械人投放到宇宙。係咩裝置嚟㗎？係停止怪獸生命活動嘅裝置。智能機械人可以連接烏拉嘅核心，喺連接嗰陣就會關閉自己嘅生命系統，咁樣同時會令烏拉停止行動。咁唔通呢個就係美麗花嘅使命？美麗花03執行使命。我做唔到。初始化記憶執行使命。美麗花03。而家嘅我係旭川美麗花，唔係美麗花03。記憶同感情會妨礙同核心嘅連接，消除錯誤，執行使命。嗰啲記憶唔係錯誤嚟㗎。呢啲咁靚嘅極光真係好襯呢個星球嘅末日啊！就係你召喚烏拉嚟嘅？你要好好咁多謝我好俾心機為你準備呢個咁完美嘅葬身之所㗎。喺嗰陣時，其實我只要喐下隻手指就可以將你摧毀，但係你知唔知點解我冇咁樣做啊？因為而家咁樣更加好玩啊！你話好玩？絕對唔可以俾佢同怪獸一齊消失，我一定要阻止佢啊！而家嘅位置，你如果有得烏拉唔理嘅話，地球就會毀滅。想阻止佢嘅話，你就要付出代價。無論點揀都係個悲劇嚟。你究竟有乜嘢目的啊？我根本就冇任何目的。吓？目的同希望呢啲無聊嘢，我從來都冇考慮過。我淨係想摧毀一切光明同黑暗，閃閃發光咁實會好靚，最後就化為烏有。一切嘅答案都係虛無，喺呢個宇宙嘅所有嘢都係冇意義㗎。你錯啦！
咁係因為你身邊乜嘢都冇咋。我嘅身邊有朋友，有同伴。咁又點啊？你的確係好聰明啊，但係未來係唔會如你所願噶。你可以做到啲咩啊？你只不過係個機械人嚟啫。我係美麗花，玉川美麗花。竟然而家嚟出現 ，Come on！ 光之勇者，泰迦！快啲 ，Go！ 超人泰迦。光線。Ultraman Puzzle Swatch. A huge team-up of Ultra Heroes and Kaiju. Over 60 featured characters. Assemble your own personalized team from characters across the Ultra series. A super easy puzzle game. An explosion of special moves and combo attacks. Combine powers to solve puzzles and maintain peace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Ultraman Puzzle Swatch. Available now. Yêu Hồng, dùng si hồn離之手環啊！ Come on！ 之和離之手環啟動形現。大家，大門利布光線。 早晨啊，肚仔餓嘅怪獸，佢係我俾你嘅早餐。
竟然食咗加拉特龍。各位用三重形態應戰啦！好，大家三重攻擊長劍，燃燒啦！我哋一齊進攻。咪住啊！一口氣解決佢啦！三人戰隊，三重斯特利姆光師。吞食光線，係啦，能量俾佢吸晒啊！佢真係好強啊！耀恒，你冇事嘛？美利花啦，社長揾緊佢，你得唔得啊？得，行啦。我諗我哋都係時候準備閃人啊！真係可惜啊！呢個星球幾適合做生意㗎。係 EGIS 嘅人，你嚟做咩？對唔住，冇時間啊！哎呀！呢個裝置係咪用嚟控制怪獸嘅腦電波㗎？唔好意思啊，佢係非賣品嚟㗎。對惡人協會嚟講，地球都好重要㗎。為咗拯救呢一個星球，你哋都幫下我手啦！好嘢啊！喂，你要用佢嚟做乜嘢啊？而家嘅我受到記憶同感情嘅影響，冇辦法同烏拉連接啊。但係如果用佢增強我嘅腦電波，等陣啊！啊，又嚟多個啊！喂！可耐，翻嚟啊！美利花，好危險㗎！唔好行埋啊！好危險㗎！冇美利花，有咩事嘅話，我唔會理你㗎。美利花，美利花，啊！美利花，美利花，冇啊！
你停手啊！你已經唔係美利花03啦，你係旭川美利花。多謝你啊，可奈，幫我呢個機械人改咗個人類嘅名。係人定機械人根本就唔重要，我哋係一隊人嚟噶，你唔可以自己一個人去承擔噶。呢個係我嘅使命嚟噶。等陣先啊！咁耐以嚟唔理咩事，我哋唔係都可以成功克服到嘅咩？咁所以，修行呢個係我嘅命運啊！你聽我講啦，我曾經係外星人流民，社長俾咗個名我之後，俾我加入 EGIS。遇到大家之後，我改變咗好多，你都可以改變噶，命運係可以改變噶。一齊翻去啦，美利花！美利花，我係 EGIS 嘅旭川美利花，我要作為旭川美利花，完成我嘅使命。可奈、阿如、優行，可以識到你哋，真係太好啦！你唔可以咁樣做噶，應該仲有其他辦法噶。翻嚟啊，美利花！坦白講啊，其實我好驚噶，但係我諗通咗啦。就算我嘅記憶消失咗，大家嘅記憶都會有我喺度，所以我嘅存在係有意義噶。呢個宇宙嘅所有嘢都有意義。美利花開始連接啦，連接率15%，美利花20%，停咗佢啊！停唔到啊！你仲唔明啊？擊敗烏拉就係佢存在嘅理由嚟啊！我唔理咁多啊！停咗佢！咁啦，停咗佢啊！呢度就嚟撐唔住啦！連接率就到90%啦，等佢初始化就會到100% 噶啦。停啊！咁多位，你哋要記住我。行開啊！消失咗嘅，點會咁㗎？成功咗啊！佢嘅身體變成咗粒子，而家作為數據連接緊嗰隻怪獸嘅中樞部分啊！即係美利花喺嗰隻怪獸嘅身體入面啊！優行！哦，係嗰個機械人，睇嚟你入咗烏拉嘅身體喎。好啦，咁就請你盡情咁放煙花啦。美利花，我會救你出嚟噶。對手好強噶，一定要小心啊！好，我哋一啲勝算都冇噶。唉，但係我哋唔會逃避嘅。唉，因為我哋係超人。今見上げてる
拉可以吞噬一切，我哋帶住美麗花嘅願望展開行動，創造一個地球人同外星人和平共處嘅未來。今次係最後啦，托雷基亞，我哋一定會取得勝利啦！下一集超人泰迦 ，Ready Steady Go！ 我就係超人泰迦。なんだなんだ、まだチャンネル登録してないのか？ここを押すといつでも俺たちに会えるんだぜ。離れていても一緒だな。